好似呢個95平方。其實嘅總價咧58萬、57萬咧都有成交，咁啊中樓層咧都係60萬到嘅啫，60萬啫喎，圍到落嚟嘅單價咧講緊係6000蚊左右一平方喎，加多9999蚊咧送你一個產權車位啊，所以呢個銷售政策咧就係完完全全唔吻合到咧我哋呢一類嘅度假型嘅客戶啊，諗住咧花50-60萬啦買套單位就擺喺度，咁又唔需要佔用自己太多嘅資金。記住啊，揾到阿 Mark 我仲有着數啊！阿 Mark 親自贈送啦，你全屋嘅家私同埋電器入屋免費安裝嚇，仲送你一次免費驗樓。呢一個着數方面嘅話咧，你自己嚟發展商係唔會有嘅。想喺大灣區買樓，信息太多太雜，驚買錯，手續又唔知點搞喎。中居地產深耕大灣區13年，陪住數萬個家庭，見證佢哋喺大灣區首個家嘅建成。從買樓到驗樓，裝修入住，全程保駕護航。中居地產，你嘅灣區置業好幫手。即刻撥打熱線電話54481444，開啟灣區新生活。大家好，我係中居地產阿 Mark啊，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有住中山小香港嘅一個大型度假樓盤啊。咁呢個樓盤咧，其實都有爭議性喺入邊㗎嚇。咁如果你講翻咧，佢嘅生活配套啊，即係6樓嗰啲啦嚇，就真係非常之欠缺少少㗎啦。咁啊，周邊嘅環境方面咧，亦都係欠缺一啲㗎啦嚇，因為周邊都係一啲廠房為主，俾到你嘅一個面貌咧，就唔係話咁好睇嘅。但係呢個屋苑嘅話咧，亦都係喺銷量方面做得非常之好嘅喎。咁我哋睇翻每個週又好，或者有時一啲月嘅一個銷售數據方面咧，呢個大型屋苑咧，佢長期都可以入到去前10嘅喎。咁點解咧？無非嘅就係佢嘅性價比啦。既然同性價比有關，就一定係價錢啦。因為呢個屋苑咧，佢嘅銷售單價咧講緊咧6000零蚊嘅一個單價，仲係帶埋裝修喎。帶埋裝修6000零蚊嘅單價，買個3房1000尺嘅單位60零萬啫喎，就可以買到咯喎。咁你話係咪好有性價比咧？咁其實好適合啦一啲度假型嘅一啲家庭嘅。咁尤其依家啦都好興啦，港車北上消費啊！大家平時咧揸車翻上嚟呢一邊啊，會玩翻1、2、3日嘅。咁就有啲客戶咧，其實佢就唔想住酒店啊，想買間屋翻嚟自己嚟住下，但係又唔想投入咁多錢去擲住喺層樓上邊喎。咁呢個大屋苑咧就好啱咁樣嘅諗法嘅客戶啦。咁尤其咧呢個屋苑咧本身佢嘅銷售政策咧，亦都配有咧一個叫做加多9999蚊咧，送你一個產權車位啊。所以呢個銷售政策咧就係完完全全唔吻合到咧我哋呢一類嘅度假型嘅客戶啊，諗住咧花50-60萬啦買套單位就擺喺度，咁又唔需要佔用自己太多嘅資金，而且首期講緊咧大概係9萬蚊左右，月供咧都係3000零蚊，又唔會造成大家咧喺平時香港工作生活太多壓力嘅。咁揸個車翻上嚟，咁你計翻條數啊，呢套單位如果60萬嚟講嘅話，如果我住佢40-50年，咁大家睇下啦。每一日等於幾多錢啦？分分鐘係幾百蚊每個月，仲平過你去租酒店啊！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介紹呢個屋苑咧，佢主要咧有一個新嘅加推情況嘅。咁現階段咧已經係新推咗咧呢個13座嘅帶埋精裝修同埋14座嘅毛坯嘅。咁13座咧係一個帶裝修嘅狀態，佢嘅銷售均價咧大約咧去到咧6300蚊嘅一個單價嘅，平嘅樓層咧可以做到啦5800蚊一個單價嘅。咁高啲嘅樓層靚啲嘅話咧，可能做到啦佢啦要接近咧6800蚊一個單價嘅。咁所以因應樓層單價有少唔同，但係點講都好啦，你買個3房95平方或者107平方嘅一個4房單位，價錢都係講緊60-70萬啫。OK， 咁依家咧同大家睇睇佢個單位係點樣嘅，值唔值得呢口價先。先嚟13座嘅實體樓同大家介紹翻下2梯4戶嘅佈局啊。咁右手邊呢個就係01戶單位107平方，左手邊呢個亦都係107平方，只不過係04單位。最大區別首先係公區呢個位置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位置區別嘅。呢邊係有防煙門嘅，呢邊係冇，所以喺揀01同埋04咧，我相信公區咧都會左右到咧你選擇上邊嘅一個因素嚟嘅。咁兩部 lift 咧就分別一客一貨，左右兩個。
然後咧我後邊呢兩個咧就係03同埋02單位，95平方。嗱，睇下實體樓嘅感官上面係點樣啦？呢度咧係開放咗咧12樓嘅參觀俾大家睇下嘅。咁我覺得12樓呢個樓層咧係最適合啦，大家喺華發觀山水呢一個屋苑買樓嘅一個最佳樓層區間嚟嘅。就係買佢一個中低層就 O K 噶啦，咁反而咧呢邊嘅價錢嚟講咧，佢嘅中層咧仲貴少少添嘅，所以足以見到咧呢度嘅中層受歡迎程度喺邊度啦。咁啊望出去咧，其實咧就透過咧12同埋18之間咧望出去，視野相對嚟講比較開揚啲嘅，望到前面咧呢一個別墅景觀啦，同埋咧呢個山景嘅。咁而且樓下咧亦都係非常之靚嘅一個草坪啊。右手邊咧仲可以望到啦屋苑最大嘅一個湖景啊！咁當然咧，你唔好睇少呢個湖景啊！喺10座、9座、8座嗰邊咧，望湖景嘅單位咧係要貴少少嘅。咁但係我哋呢一度咧都可以見到嚇。咁啊啱啱咧就落咗少少雨嘅，咁啊引致翻個話題方面咧，呢個屋苑嚟講咧就唔需要擔心啦，車庫水浸啊，或者花園水浸呢家嘢噶啦，因為嘅樓盤咧由呢個半山坡呢度一路起到去下邊條主幹道嘅。所以水浸咧點都浸唔到呢一個屋苑嘅車庫啊，而且呢個車庫有2層咁多添。咁啊，所以呢個屋苑嚟講嘅話咧，大家唔需要擔心呢一 part 啦。咁但係咧，呢個屋苑亦都引致一啲話題同大家講翻啦。商業配套咧係好欠缺㗎嚇，咁所以咧佢嘅價錢亦都係擺喺度講緊咧。好似呢個95平方。其實嘅總價咧58萬、57萬咧都有成交，咁啊中樓層咧都係60萬到嘅啫，60萬啫喎，圍到落嚟嘅單價咧講緊係6000蚊左右一平方喎，6000蚊左右一平方。老實講喺三鄉嚟講咧，呢個價錢咧都係算係有史以嚟一個谷底價嚟㗎啦。咁啊睇翻啦，呢個屋苑其實你話裝修嘅戶數咧都幾多下，雖然夜晚嚟呢度睇翻咧。着燈率咧就唔會好高，點解會咁樣咧？其實呢個屋苑咧就係一個度假型嘅屋苑嚟嘅。咁度假型嘅屋苑咧就注定咧每一戶咧佢翻嚟住嘅時間係不定時嘅，不規律嘅，所以佢嘅實際晚黑嘅點燈率咧一定係唔會高噶啦。咁啊有部分人今日翻嚟，有部分人今日唔翻嚟，就聽日先翻嚟，咁所以。呢一度咧就唔係一個適合長住型嘅一個咁嘅大型屋苑，係適合一個度假型咁樣嘅屋苑嘅。咁當然啦，如果你退咗休嘅話咧，長住得唔得咧？都得，因為呢一邊咧，你退休之後咧，你最多係咩啊？唔係金錢，係時間嚇。咁所以你有更加多嘅時間可以利用你自己嘅交通工具，無論係我哋嘅自購嘅一個大陸嘅車又好啊，或者搭巴士啊。因為呢度60歲之後咧，其實你申請嘅老人長者卡搭巴士係好方便嘅，亦都係唔使錢嘅。咁我見到咧車庫咧有啲好得意嘅車仔啦嚇，有啲咧想揸個車落去下邊觀山水個飯堂啊食嘢啊，可以揸嗰啲咁嘅小型嘅長者電動車啊，有前後座嘅喎，而且咧佢仲有簾嘅喎啊，陣間咧都可以有鏡頭俾大家睇睇，我覺得幾得意嘅嚇。所以喺一邊退休嘅客戶嘅話咧，可以考慮買一部咁樣玩下都唔錯嘅。OK， 講多咗少少啊，口水長咗少少唔緊要啊，最緊要咧想帶翻啲個人嘅一啲感官嘅情況俾大家睇下嘅。嗱，呢個係毛坯狀態啦。正如我所講嘅13座咧，同埋14座咧，佢都係現樓狀態，只不過13咧佢就係帶埋精裝修，所以交樓時間咧要等一等，要等埋佢嘅裝修。其實成個華發觀山水咧都係一個現樓狀態啊，只不過咧依家華發集團咧佢係後續去決定咧。邊一座去做精裝修，咁佢交樓時間咧就會褪遲少少咁解嘅啫。如果嗰一座就係毛坯，咁佢就即刻即賣即收樓。OK， 所以精裝同毛坯相差1000蚊左右嘅單價。咁當然1000蚊嘅單價，你自己出去揾裝修公司裝唔裝到咧？咁啊都可能裝到，但就未必有咁好嘅一個工藝或者保障喺入邊嘅。所以如果考慮簡簡單單嘅裝修嘅情況下咧，買裝修13座 ，OK， 6000蚊左右呢個單價就買得到啦。咁當然，如果我想買套毛坯單位，想自己嚟玩下裝修嘅情況下咧，買部毛坯咧都好平嘅啫。單價咧5000零蚊就可以買到。好啦，咁先嚟介紹下咧呢個107平方呢個單位啊。107平方咧就會位於啦我哋13座嘅01同埋04單位嘅，即係一左一右咁樣啦。咁佢可以做到南北對流嘅大3房啊，而且咧佢門口有個獨立嘅前庭位啊，屬於係公區位啦，但係又自己享受啦，咁啊唔需要挨住啦隔離左右啦，相對講比較獨立啲嘅。
咁入門口咧就已經有間房㗎啦，而且呢間房咧亦都係有一個贈送嘅空間入邊啊，咁所以咧呢度使用率相對嚟講咧，因應一啲贈送啊，所以使用率方面咧都拉高少少。咁呢邊咧係做翻一個玄關鞋櫃嘅 ，OK， 玄關鞋櫃咁一路咧可以拉到去門後邊嘅 ，OK。呢個示範單位咧已經拍咗好多次㗎啦嚇，咁樣所以咧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啊，我簡單同大家略過下，咁主要睇格局嘅啫，因為景觀方面咧就冇乜參考性，因為景觀13座嘅景觀方面咧就唔係我哋依家咧呢個示範單位咁樣嘅開揚景觀嚟嘅，咁啊好多一啲視頻，例如微信啊或者 Facebook 啊，佢會攞呢啲單位嚟介紹啦，所以你實際嘅話咧買到嗰個價錢嘅話，60零萬買到嗰個單位咧就唔會係咁嘅景觀嘅嚇。咁107平方呢個積，咁當然陽台咧佢就唔係咁嘅陽台嘅，你會見到咧，誒做乜個地台高咁多嘅係咪？咁啊13座嗰邊啲單位咧，只要你唔係呢啲腰線層咧，佢就唔會有咁高嘅地台啊，係啊，咁啊全部係欄杆落地嘅，咁啊睇翻對面就知㗎啦，嗱睇下嘛，樓下嗰啲腰線層個別腰線層咧，佢嘅地台高咗，所以佢個陽台咧係有唔同嘅。呢啲咧如果有部分嘅經紀咧帶你睇樓咧，如果佢唔熟悉呢啲嘢咧，佢就會唔同你講，而導致你買錯咗樓層，你都唔知嚇。咁當然而家現樓狀態啦，點都好啦，都係要上去睇一睇你想買嘅嗰一套樓層啊，會更加好啲啦。OK， 咁啊呢度係個生活陽台啊，雙陽台設計107平方大3房，講緊總價咧60幾萬就有買到啦。你話誇唔誇張啊？仲可以帶埋裝修啊，所以話官山水買嘅咧，其實就係一個價錢，就係一個性價比。度假型嘅一個屋苑嚟嘅，咁啊廚房其實都唔算話好有亮點啦，但係畢竟咁嘅價錢係咪？咁呢度可以做個單邊嘅雪櫃，係啦。咁啊買官山水咧，有部分客戶咧佢會考慮買毛坯，諗住自己做下一個裝修嚟嘅。嗱呢邊咧就會有個客房同埋3邊落床啦，隔離咧就有呢個客廁。你可以睇下 ，OK， 然後呢邊咧亦都會有個房間啦，主人房啦，嗱3邊落床噶，咁呢邊有個飄窗台嘅，所以如果你屋企嘅諗住想翻嚟度假啦，而屋企咧人口比較多啲，一家4口5口啊，有時會接阿爸阿媽翻嚟一齊住啊，咁啊小朋友一齊翻嚟啊，咁嘅情況下咧就建議買107平方啦，因為房間會多啲啦。同埋個空間咧會多啲啦，同埋你有時又可以將香港擺唔到落嚟嘅一啲雜物啦，可以搬上嚟攞一間房單獨攞嚟擺放啦，係咪？所以就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咁樣一個單位嚟嘅。講緊總價咧就係平嘅64萬就有成交，中樓層咧大概70萬左右成交，貴少少咧都有嘅，70萬打上啦都有嘅。所以首期方面嘛，其實大概咧都係11、2萬到就可以買到噶啦。咁所以仲有啊，佢配埋咧一個車位俾到你，咁啊配埋一個產權車位喎，邊度有啊？係咪先？咁啊基本上買呢個華海觀山水咧，大部分嘅客戶咧都係主要揸車翻嚟嘅。我見過大部分嘅一啲客戶咧，佢翻嚟呢個屋苑咧，我見都係揸車為主嘅。咁你話平時搭車翻嚟咧有冇有？因為佢哋咧會考慮將香港部車賣咗佢之後，然後翻嚟大陸呢邊咧買翻台大陸車去養，咁樣會更加性價比。佢哋嘅大部分嘅時間咧都會喺翻咧觀山水呢一邊，所以退休嚟講呢一度咧亦都好適合啊！但係適合咧就係自己去揸車出門出外嘅地方，咁樣嘅咧就會適合啲。如果你唔揸車嘅話咧，呢個屋苑相對嚟講咧，就用啲時間啦嚇，無論你去三鄉鎮啊，或者去邊度啊，其實都方便嘅，因為要行落去下邊，要搭呢個巴士嘅。咁當然 call 滴滴咧都 call 到車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就因應自己個人情況啦去考量啦。畢竟呢邊嘅生活嘅配套嚟講咧係欠缺咗好多嘅，咁食嘅嘢係有，但係真係好少。咁同埋呢一邊亦都有藥房啊，亦都有便利店啊。有呢個觀山水嘅飯堂啊，呢啲基本嘅生活狀態所需要嘅一啲食店啊，同埋配套咧係有嘅，但係就需要去到鎮中心先可以更加豐富啲咯。好，咁啊，最後嚟睇下啦，交樓標準到底係點樣嘅？呢個咧就係95平方嘅交樓標準，即係我哋揀啦大精裝嘅情況下 ，OK 就係咁嘅樣交樓俾你噶啦。
咁啊，依一個質素嚟講咧，我覺得咧都係唔錯噶啦嚇，因為畢竟咧依個單位咧講緊咧60萬總價，如果你揀低樓層嘅話咧，57萬、58萬都有交易啊，咁所以真係好平噶啦。咁啊，首期圍到落嚟咧8萬蚊至到9萬蚊度啦，你預9萬蚊首期啦就可以買到咁樣嘅單位啦，而且仲加多9999蚊送你一個車位啊，咁所以咧睇下呢個單位嘅情況啦。嗱，交樓嘅話咧，基本上咧都係有埋廚房呢一個位置噶啦，幫你做好晒成個廚房俾到你。而且呢個積咧唔錯嘅地方係在於佢有生活露台嘅。如果你覺得廚房唔夠大咧，後期咧咁當然我建議你買毛坯啦嚇，要改造嘅情況下，將呢個廚房連埋呢個生活陽台連通埋一齊，封咗呢個窗佢，咁你個廚房就大好多啦。咁當然呢個咧95平方啦，我覺得啦，好適合平時咧一家3口啊、一家4口啊翻嚟度假噶啦，係 OK 噶。咁啊，畢竟你60萬買到單位，咁啊當然啦，翻嚟度假你咪當住酒店咁樣咯。景觀方面咧，其實就還 OK 嘅。咁當然啦，佢唔係最前排，亦都唔係最後排嘅，咁所以嘅視野方面咧就唔算話特別開揚嘅。咁當然啦，如果你想要更加開揚少少嘅話咧，咁就要睇翻咧其他座數啦。因為畢竟咧，依家賣緊嘅13座啦同埋14座咧，佢都唔係咧最前排嘅視野景觀咧，相對嚟講咧係只能夠透過呢個罅景啦望出去嘅。但係觀感嚟講嘅話，望翻嘅園林都係唔錯嘅嚇。睇下入邊啦，回歸翻咧我哋入邊嘅交樓標準狀態下，磚 OK 長條形嘅磚嚟嘅。咁啊，天地牆全部幫你做好晒，而且華佛嘅質量咧，佢啲牆係特別平啲嘅，就唔會歪歪斜斜咁樣嘅嚇。咁所以基本上咧，我哋好多做華佛嘅裝修即係華佛樓嘅裝修嘅情況下咧，做櫃係比較好做啲嘅，因為嗰啲牆比較直啲啦。你做櫃咧就唔使後期又要就翻嘅牆體去將個櫃板咧要去加工太多嘅嘢。咁啊，呢個房間咧，而且仲有飄窗台嘅。窗台係全送嘅，對面咧就淋浴間啦。OK， 洗手台、馬桶 ，OK， 花灑。咁啊，後期咧再加翻個淋浴屏，呢度咧其實就好平嘅，1000零蚊嘅啫。呢度咧就係一個房間，其實呢度有一半面積咧係按照陽光房去佈建嘅，咁所以其實呢度有贈送嘅空間喺入邊。景觀方面咧，呢個咧大家唔可以做參考嘅，因為呢個我哋係交樓標準嘅示範單位參考嚟嘅，並非嘅13座、14座嘅實體景觀嚇，所以正如開頭所講到嘅，如果大家咧想要睇翻咧13座嘅咧，可以預約阿 Mark 啦，阿 Mark 親自揸車帶你上嚟睇一睇每一個樓層嘅實體個景觀係點樣嘅。因為講老實嘅，呢一度嘅低層、中層同埋高層望出去嘅感官上面咧係有唔同嘅，但係咧，佢嘅價錢咧相差就好微嘅。你買低層嘅話咧，可能講緊咧57萬、58萬；你買中層嘅話咧，講緊可能係61、2萬。你再買到高少少嘅話咧，其實又係講緊可能58萬、59萬就有成交。所以每一層嘅層差咧，講緊咧係幾千蚊嘅啫。咁所以呢個真係咧，先到啦，先得好樓層啦嚇，即係可以揀到自己更加啱自己心水想要嘅嗰啲樓層啦。好啦，咁啊，呢條影片嘅話咧，介紹到呢度，呢套單位咧95平方，總價大約咧就係60萬左右嘅。如果低樓層咧，可以做到57、58萬。OK， 咁啊，如果有興趣嘅話咧，歡迎聯繫頭頂上邊呢個電話號碼聯絡阿 Mark。咁第一次介紹嗰個咧107平方咧，其實我更加會推薦大家係預算充足嘅情況下係一個首選單位嚟嘅，因為嗰個咧可以做到啦南北對流啦，而且佢嘅價錢方面咧亦都唔會貴太多，60零萬啦一樣可以買得到咁啊，買好啲嘅樓層都係只不過係70萬總價啫嘛，係咪？所以有興趣歡迎聯繫頭頂上邊呢個電話號碼，揾到阿 Mark 我，記住啊，揾到阿 Mark 我。仲有着數阿 Mark 親自贈送啦，你全屋嘅家私同埋電器入屋免費安裝仲送你一次免費驗樓。呢一個着數方面嘅話咧，你自己嚟發展商係唔會有嘅。好啊，咁啊，今期嘅影片介紹咧嚟到呢一度，想睇樓記得揾阿 Mark，想要着數亦都要揾阿 Mark。我哋下集同你喺樓盤再見。想租樓又想放租嘅香港朋友睇過嚟，想喺大灣區生活，又驚買錯樓返唔到轉頭，
不如租套樓試住先啦。海量精選房源，真正實現零壓力融入大灣區生活。即刻撥打熱線電話54481444，租盤房盤記得揾中居地產。